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都仲係12神將㗎，中間位置追佢嘅馬有呢隻就真僥倖啦，中檔勁進區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大數據啊，博入邊嘅馬咧，仲有呢匹咧就見無情嗰啲馬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進傲星上緊嚟啊，最後100厘米12神將埋邊仲係佔先啊，中間真僥倖咧咁啊追足成條直路都追佢唔到啊，中間位置長龍區上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隻勁進區接近終點第1名咧真僥倖，咁啊終點前呢都能夠過到埋邊12神將。咁啊，外邊追上嚟嘅馬有呢隻勁進區，中間呢係長龍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真僥倖全程外搭㗎啦，不過就走前啲嚟走，一路跟住個第2位，咁啊將埋邊12神將趕過，中間長龍區外邊追上嚟，仲有隻勁進區啊。臨尾都鬥得幾好睇啊！結果呢隻真僥倖就贏馬啦。2、3、4名啊，好近喎，可能係入邊12神將啦，出邊有隻長龍區啊，勁進區就可能冇咁着數啦，似第4多啲嘅啫。2、3名真係近喎，好近啊！以為過唔到㗎啦，真僥倖啊，臨尾。